路人王总决赛将在今天正式拉开战幕 ，Yuki 和章子怡分在了同一组。其实之前恶手的追踪名单中就有 Yuki， 这次 Yuki 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前往海南的飞机的。他想为日本本州地震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他说他会把此行的部分收入捐献给灾区。Yuki 在23年初登路人王的赛场，无论是单挑、3对3还是5对5，他的实力有目共睹的。快如闪电的突破和奇怪的甩狙投篮都给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最近1个月，他的个人频道没有在做更新，他一直在打各式各样的比赛，据说还在苦练新的投篮姿势。路人王的单挑规则还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，一起来看看 Yuki 最近的竞技状态。 Magic man,